今日同爸爸整咗個新年必食嘅龍蝦伊麵，亦都叫做長壽麵。長壽麵係代表長命同健康，所以唔少得呢碟菜。我哋同 Noor 合作嚟帶碟麵俾大家。我哋用2隻龍蝦，因為龍蝦係代表好運，然後好事係成雙。預備好晒啦，又可以開始炒麵同炒龍蝦啦。喺個鑊度爆香啲蒜蓉，再加麵，加調味料，啲份量喺 caption 下邊，炒多2炒，跟住就放埋一邊，又再爆香啲蒜蓉同埋薑。加龍蝦，炒2炒，兜2兜，再加啲酒同埋水，然後冚蓋等佢煮一煮。嚟調嘅味，我會加蠔油、豉油、胡椒粉同 Noor 嘅雞粉。揾亞洲嘅版本，見到家樂牌呢就啱啦。因為呢個係用真嘅雞肉嚟做，仲調教到特別啱亞洲人嘅口味。再煮埋嘅汁，然後淋埋嘅龍蝦汁上嘅面呢，我哋又食得啦。呢一間 Noor 係搞緊一個抽獎節目，嚟送一個1000蚊嘅大利是封俾一個幸運參賽者。想參與嘅喺 caption 睇下。試嘅味先。呢個又真係叫做長壽麵，新年呢係必須㗎啦。非常之鮮味，而且好意頭啊！長壽麵係點解啊？長命富貴啊！祝大家個新年快樂，恭喜發財！